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阿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2天，你敢有看美国总统就任的画面吗？川普就台大变化，全球国家目睭是紧紧看。首先甲拜登的物件先拍破，刷落来，咱台湾的路线要安怎行？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2位東海大學那麼政治學系教授邱淑怡，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3位亞太香港總會執行長邱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4位在線頂的是在台灣律師，嘛是美國的律師蕭林。大家平安，大家好。是，咱遐即摆是半暝12點，吼。算了，咱到底来關心美國總統 Trump 伊正式就任。Trump 咧就職的演說，大話頭呢就講美國開始要黃金年代咯。Trump 上任頭一天，上無呢會簽署100項的行政命令，唔但要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甲世界衛生組織。針對着移民嘛，共款要大放嘅。Trump 宣布邊境進入到緊急狀態，要限制移民庇護。美國第47任總統川普二早喺華府國會山莊內底嘅圓形大廳宣誓就職，隨着發表演說，一開始川普就宣告美國嘅黃金年代對即陣開始，對今日開始，咱嘅國家會擱再興旺，擱再受到全世界嘅尊敬。Today, I will sign a series of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s. With these actions, we will begin the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America and the revolution of common sense. It's all about common sense. First,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our southern border. 典禮結束了後，川普到國會山莊嘅總統廳簽真濟項行政命令。按算上任頭一天，伊就會簽至少100個行政命令。頭一波措施包含限制移民、關掉移民庇護應用程式嘅申請功能、提高關稅，佮有放零對能源到加密貨幣等等真濟項領域嘅監管。伊當暗擱佇華盛頓嘅第一資本體育館當面簽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嘅行政命令。And the next item, sir, is a letter that will be trans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explaining that we are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 在川普簽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了後，美國必須正式通知聯合國退出的決定。根據條款，退出協定會在1年了後正式生效。川普在演說當中也宣布撤銷電動車的補助，也有大規模烏石油，要讓美國擱再成做製造業的國家。並且重新強調，把巴拿馬運河退回來，佮要把墨西哥灣改名做美洲灣。A short time from now, we a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Gulf of Mexico to the Gulf of America, and Panama's promise to us has been broken. The purpose of our deal and the spirit of our treaty has been totally violated. American ships are being severely overcharged. 川普佮誓言講要甲法律的特殊帶轉來社會，將之政府想要甲種族佮性別融合入去公共佮私人生活各個層面的政策。伊宣布將之多元性別，並且表示今日開始，美國政府的正式政策干那2種性別，也就是男性佮女性，等於是否認跨性別的存在。公司新聞定為人朋友。咱看到美國總統的就任，咱台灣人應該要抱着什麼心情？有的人講啊，我是 Trump 的川粉；有的人講我足討厭伊。但是你得要想講，美國人甲咱台灣這個島嶼真正的這個關係，這是實際上會影響到咱的生活。不過，我要先來線頂吼，要來請教Charlotte，在美國人吼，在美國的公民。那麼你所接觸的，莫講一般啦，你所接觸的人，敢有安尼真歡喜講哦，特朗普選掉啊，
还是讲无伊本队是投民主党的，所以安尼吼，个人哦心情哦意志哦真丧失，无爱看，是虾米情形？我这是我观察到的是讲有小可仔差别是世代之间的差别。比如讲一寡爸母吼，因袂讲足欢喜安尼在庆祝，讲Trump 会赢还是安怎吼，无讲调迄个身份同款，拢足热情。但是因会讲因为吼，虽然是在加州嘛，讲实在伊的政策实在是无像安怎讲太 left， 就是说太 extreme， 伤极端啊。所以因足侪人其实是想讲 Trump 起来，伊是会当 balance， 甲一寡物件改掉。但是我听到吼，足侪家庭因为 Trump 的动算家庭有无讲革命啦，有小可一寡冲突，还是讲无拄好，因为吼有诶足侪少年人，因其实拢是较支持民主党因为即个加州虽然讲加州，但是因为即摆诶选举抗命足侪嘛，有足侪少年人其实就足无好，嘛交爸母有小可无欢喜。我有朋友伊就讲，因查某囝讲即礼拜回转来食饭，足生气，伊的爸母拢投Trump，伊知影，所以有足侪少年人啦，因较有爱心情的调试。那像我即摆上班的这个公司即摆有特别甲阮一寡email 甲阮讲阮做，若是讲做这心理辅导的，还是讲有做这个你的客户，若是有拄着讲，因为选举的结果心情足无好的，咱爱安怎甲伊辅导，爱安怎甲伊安慰听伊安怎讲话，所以就变做两个世界。虽然是咧加州，就是安尼款。这是加州嘛吼，但是小王我应该安尼讲吼，就是讲 Trump 其实就标志着讲美国保守的势力吼，要开始要来主导，或者是从此会来转变，是毋是会来转变？这我唔知。不过真侪人咧讲起讲，美国过去这10几年、20年以来，尤其是大专院校内面，对着这个多元性别的这个物件，伊要来做一个完全性的这个转变。这个气氛已经开始产生啊吗？还是讲拄才要开始？你的预测是啥物？我的感觉是应该是即马才拄开始，因为大家虽然是有准备，知影讲伊要做足侪 crazy 的代志，讲伊就一工伊讲的代志，伊拢有做够。伊讲我若是一就任几点钟之内，我就会把所有拢改掉。我会恢复即个黄金的年代，我会恢复即个美国以前美好的有的传统啥。所以大家知影伊咧安怎讲？伊讲伊要恢复，但是真正第一天伊就签，至少我就看到70条，我毋知有100条无，但是70条伊讲伊就要改。伊咧演讲的时候就讲，在我的政府内底，敢若2种性别，但是进前这10几年来。慢慢改，就若是上自由州，有诶会当选到20种诶性别，所以伊迄是足大诶迄差别啦。所以有足侪少年人是敢若讲 LGBT 诶团体也是讲加州其实加州诶性教育是足侪家长，尤其是讲咱亚洲人诶家长。拢足烦恼的，这是即马可能会做一寡变化，但是因为加州新是加州啦，加州的州长嘛都是民主党，所以我嘛毋知加州到底变化会偌大，会当有冲突无？就是讲联邦的解决加州州长要维持旧的经历，这个毋知影到时伊要哪冲突可能会足侪变化受伤。可能会提起最高欢迎的我心理，这是我的看法。这拄仔才要开始吼，
首先咱对这个你的个人的生活开始啊，你小简单一讲句，咱刷来这个平台吼，啊，咱继续来参与讨论吼。刷来要请教林老师吼，其实阮这图表顶头看到讲，哦，伊就开始伊咧演说的时阵，你讲哦，1月20号就是 Liberation Day， 是公民解放日，吼，解放啥物？我的边界紧急状态，能源紧急状态。要撤销的电动车，要来结束着绿色的新政，吼！而且我要来对外国来抽税 tariff， 那而且啊，国内这 taxes 我要啊减少，吼！啊，只有南甲里，他都小路也讲，啊，要来美洲湾咱新闻大内面有讲，啊，收回巴拿马运河，啊个要来上火车，吼！老师，你安怎看这个，咱这应该是来讲这一代工人吼。伊是有通好大作为呢，还是讲无咯？即刷来，即要开始来奋斗，结果还阁毋知。老师，你的预测？伊有讲着挑战是足济啊，但是即马以美国上重要即个时间点嘛，有法度来克服啊，吼。所以咱知影即个总统的个性啊，吼。啊，伊安那来处理伊一日伊的工课。咱看去，伊第一日啦，哦，伊就东奔西跑啊，吼，啊，签这个行政协定，吼，啊，个从这个签的笔，那像是人喺讲球啊，已经胜利从这球弹出去啊，吼，所以伊一日啦，我在想拜登可能爱几啊日开，人我都对调啊，吼，所以咱袂使讲伊做适当，按就表示讲。伊无啥物可能性来改变即个美国的政治经济吼，所以安尼讲，一个人一个总统，伊做第2任，而且中央阁有抗一任嘛吼。我咧想川普，伊即摆咧那像是董事长兼即个总经理，还是执行长共款啦。就啥物代志，伊都要掌握。吼，安尼讲，你看伊的。就职的演说，就讲2个紧急状态啊，好，第一个紧急状态当然是即南方的边界嘛，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讲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能源的这紧急状态，好，所以就怕足侪过去拜登所做的代志，好，所以伊讲过去拜登。那就美国那就走下坡啊，哈！啊，即马已经爱停止啊，哈！即马爱开始来黄金时代，哦，所以我就认为讲川普伊第2任，甲伊第1任有足大无共款。伊第1任伊任命的阁员，足侪差不多1个月，抑个无法度入去即个部会，吼啊！但是咱看见今仔日第1日就是国务卿。99票对0票，参议院专属，会再讲专属，甲一个人无投票，即个副总统哦，即个范斯伊无投票，啊，所以咱就知影讲伊有法度，我个人是认为啊，伊有这种决心，啊，有这种能力，吼，啊，伊那像是美国上接近皇帝的一个总统啊，哦，按讲美国总统啥物都会当做。我讲川普，伊有法度用伊的权力，啊，而且伊个爱用伊的权力来做啊，改变足一项的代志。因为我安尼问吼，我料想我细汉时阵、少年时阵，看到 Reagan 要上任时阵，伊初开始无人爱插伊啊，慢慢去说啊。但是你也看伊这个国务卿吼，要上任的时阵，哦。伊这种劳动事啊，大家讲啊，风声四起安尼真趣味安尼吼。我是感觉讲，不管做得好啊歹，一定是有所作为，这是一定的。是，哦，啊，刷来我要来请教着柯老师吼。柯老师，你会认为咧？你认为讲刷来因为当然，伊是要首先处理的，当然是国内经济啦，吼。经济之外，伊佫产生了真济政治经济物件，譬如讲，伊要退出。即个 WHO， 国际关系啊，紧急状态啊，佫开采石油，这对着小咱可能咱即个
邱达清老师吼，会个人讲吼，你家己的看法，对着这政治经济。我感觉头拄啊林老师讲有道理啦。为什么？因为吼，川普伫第一任的时阵，伊的普选票是输的，伊虽然讲赢这个选举，但是普选票是输的，迄时阵伊较无自信啊。所以讲伊用足侪华府内底的人，伊算讲是拄到咧学要安怎做总统。但是第二任的时阵就无共款啦，因为伊普选票嘛赢，而且嘛赢个足水的。而且伊即个所谓的川普主义嘛，嘛确立啊，所以对伊来讲，伊都是准备要大干一场对啦。那头拄仔迄个律师伫加州嘛有讲嘛，伊一工做3工的用嘛。林老师嘛讲4年，唔通讲感觉讲伊无法度做啥物。实际上美国为什么叫总统制？总统制原因就是因为伊个总统的权力足大的吼。尤其是你的国会多数甲总统是同一党的时阵，这总统是权力是足大的吼。所以讲你知影讲，譬如讲扣税来讲，扣关税虽然讲美国的宪法有规范着众议院吼有这管理这个税这个管理，但是呢，对总统来讲，过去几十档吼，总统要扣税就扣税吼，对国外科这个关税就科关税，所以讲。川普会当单方面的来做足侪代志，家己就伊就要当冲啊啦。第二个就是讲，伊对伫卖这武器，武器哦。虽然讲美国卖武器，互乌克兰也好，台湾也好，都要经过军火商，但是问题是，这个物件嘛是要经过众议院这个同意，但是问题是，这总统嘛是会当单方面来决定，所以讲。第一个，咱知影讲，伊第一任甲第二任是完全无共款的。伊嘛知影讲，伊时间无济，所以讲伊会冲足紧、足凶的。冲足紧、足凶的，也是讲你是欧洲人来讲，我会袂遐担心。但是对美国来讲，我感觉讲，你都也知影讲，伊毕竟伊是全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所以讲伊哪怕是伊做差不多70%、80%，迄影响就非常大的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即马伊。用的方法就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算讲是位阶上低啦，因为你有宪法嘛、法律嘛、跟行政命令嘛。行政命令对美国总统来讲，伊是一个，阮学理上来讲是一个行政特权。这个特权当然嘛，定会去甲迄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讲你的宪法的层级有修了，会修过。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即马伊下一个行政命令就讲。以后伫美国出生的囡仔吼，拢袂当自动变成美国公民安尼啦吼。其实伊这开始是为着这个非法移民，但是即马咧合法移民啊，譬如讲，咱到美国去旅游有3个月这个ESTA，你会当伫遐生囝，我叫做生产旅游啦。但是即马伊这嘛要甲禁互掉。我就问嘛，譬如讲阮去美国留学，伫美国留学生的囡仔有美国公民无？以前拢是会使，但即摆伊就，但是问题是宪法针对台湾第14条都是安尼规范，所以讲伊要用这物件爱来改，伊嘛是爱去修宪，但修宪是足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看即摆伊要安怎创，但是伊这个过程当中有足侪行政的限制，都会当互你想要去美国生囝的人，伊会卡掉，伊就卡伫遐吼，所以这第二点我要讲，第三点吼，即摆川普边仔的人吼，你看伊的就职演说，你就知影第一排拢毋是。即将上任那个阁员，拢是遐有钱人，拢是几十亿的美金，拢毋是代票的，遮有钱人吼，马斯克啦，刚迄个脸书的祖克伯啦，个 Apple 苹果的库克，遮人拢就有钱的吼，以前有的甲川普嘛无好，但是即摆拢惊做，因知影讲会惊嘛，所以讲你会当确定的一件代志，就是讲。以后川普的这个政局哦，伊的思考甲边仔会甲影响这些人，绝对拢是这样有超级有钱人。对川普来讲，这毋是民主党甲攻击的，总讲是 oligarchy， 总讲是一小撮人。对川普来讲，这是有实力的人，所以讲川普是尊敬他们。其实伫美国这资本主义文化内底，其实一般的人嘛是对这有钱人是很看重的。所以讲，甲咱台湾，譬如讲，咱比较偏左派、偏社会主义，咱的想法是无共款。所以讲，我感觉今麦台湾爱真正爱看清楚川普的本质行一步算一步，唔通讲一厢情愿，感觉讲伊一定挺台湾，还是伊一定对中国会抗中。我感觉讲今麦咱的这个对美的政策很弹性，而且要随时做一些应变安尼啦。爱真足快。
柯老师现在看咱台湾的经济如何会去由美国人来影响，譬如讲怕关税啦，哇，真侪人都袂认为就惊呢。老师你安怎看？美国是安尼吼，他伊不管啊，就是说咱知影第一年的时阵，川普伊就做讲的啦吼。啊，但是美国伊咧拍关税吼，伊有一个方式就是伊会去先找法院。好，比如讲第一年的时候，法院伊第一年伊去找这1962年贸易扩张法里面的232条款，对进口的钢跟铝课税。好，然后伊去找这1974年贸易法内底201条款，对进口的洗衣机、太阳能电池模组课税哈。那咱台湾即马我感觉有较有可能的，就是讲伊安尼对所有的无差别的进口国课税啊，会去扣掉咱可能出口美国的大家拢同款哦。大家拢同款有一寡豁免啦，比如讲伊第一年的时阵拢豁免加拿大，吼，迄阵啊，敢若甲加拿大关系还阁袂歹啦吼。那即马敢若另外，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啦吼。我感觉伊若讲正经要对咱台湾课税吼、课关税吼，我感觉咱那边伤紧张紧烦的，因为到时会去找法院，啊找法院了会去调查，吼啊调查了要时间啊，调查了后伊要甲你课税，就爱个公听会吼。伊这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啦，伊袂讲明仔就甲你课税，吼你措手不及的，所以说咱会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啦，吼。而且譬如讲，伊即马伊讲咱这个半导体，咱较烦恼的吼，因为之前伊靠什么钢跟铝啊、洗衣机啊啥，迄拢毋是咱出口的主力嘛，对不？吼，这半导体是咱较烦恼，比如讲晶片的问题。可是晶片呢，这有这个资讯科技协定 ITA 吼，那到时伊是要安怎来处理这题咧？吼，而且咱即马嘛还袂听到讲，伊用啥物法源吼，要对咱台湾的这个晶片吼进行调查吼。那而且另外一点，我补充一点就是讲，咱知影美国财政部有一个报告，其实大家甲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拢做烦恼的，吼，迄个报告叫做汇率政策报告啊，对不？吼，上半年像你敲钟汇率，上半年一个，下半年一个，哈。那其实这个汇率政策报告有3个红线，你要踩到3个红线就变汇率操纵国。但是呢，爱给要汇率操纵国，你也在跟该谈判哦。那谈判那无成功了，过来伊就给你扣关税，好啊。所以我感觉这某种程度上就是讲，川普啊，伊讲啊，别那麻烦了，直接关税找法院扣关税，因为反正就算那个财政部的那个报告，它也是扣关税，哈啊。所以讲啊，我感觉讲美国就是伊做这个这个制裁吼，拢有循序渐进啦。啊，咱会在即马变较紧张。那我感觉咱的一寡迄个咱讲经济的领先指标就是股市嘛。啊，你看其他的股市，亚洲股市除了韩国因为它国内有这个政治部，出来拢起啊。我看咱台股嘛，跟它无代志啊。哦，然后呢，欧洲股市也都起啊，也都拢起起来啊。哦，所以讲即马跟它大家拢感觉讲，这应该是正面呢。嘛，正面唔敢讲啦，是讲短期应该是无问题啦。啊，好，所以我感觉即马气氛是这样。那而且伊敢若4年尔，好，伊敢若4年啊，所以伊讲伊即马要进行迄个整个结构改革，然后这个会对其他的国家导致杀伤力啥？我感觉伊安尼到迄个时间慢慢走，因为你看咱进前咱的官员拢讲，川普上来之后对咱台湾有可能上紧的应用是2026年。为什么伊会讲2026年？因为你找到法院要个调查，你要个公听会啥，你就差不多1年嘛，对不？啊，所以讲我感觉今年应该是还好，但是要先准备好啦，就像他拄仔咱苦老师讲的哦，你先传好啊，譬如说要有各种不同的情境，咱那边来应付安尼。但是，一般来讲啦吼，大家还是上惊的就是讲，伊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影响到咱台湾的经济情形？在什么情形之下，有可能佫再度来影响到咱台湾的？这个问题就好哈，因为你也知影，咱较早咱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咱拢讲超过4成。4成咧。哦，咱经济，咱所以讲，有特定某一年，咱对中国出口无甲4成，迄年的经济做歹。哦，其实有影就是讲，较早咱其实两岸的这个供应链的连结吼，做深化。
但是我举去年的好啊，咱去年对中国的出口，吼，中国甲香港出口落个3成尔，但是去年的经济足好的，吼，这就是表示讲，其实包括川普的第一任啊，甲疫情吼，这个规个供应链的重组转变哦，来个一个新的均衡，吼。那现在在这个新的均衡之下，吼，其实啊，中国吼对台湾的这个经济影响已经无像较早遐尼重要啦，吼。啊个其实咱啊仔细去了解吼，较早两岸关系其实是中间材的贸易，中间材的贸易就是讲，咱这物件吼卖去中国组装了后去美国。啊，你即马譬如讲美国要对中国课税，啊，你就是到东南亚、南亚组装，或是到墨西哥组装，或是直接去美国啊，好啊，其实最主要迄个需求市场啊是伫美国，好，那现在只要讲这个美国的这个需求市场哈啊保持活络，啊，其实咱台湾的经济哈袂歹个大，因为咱最主要出口就是中间材嘛，咱台湾8成拢中间材，好，咱台湾已经。即摆你看市面上这 Made in 台湾的产品足少的，啊，但是伊虽然是 Made in 其他国家，可是它零件很多是台湾的，啊，所以讲只要这个美国需求强劲，供应链运转顺畅，我感觉咱台湾经济都有希望。是，啊，我要来请教线顶咱小欧哈，时间有限哦，我互你讲较长的吼，我头一个问题要问你讲，除了加州以外，其他咱咧定定咧选举的时阵讲到这个袖带。吼，美国的这个中西部吼，过去咧做汽车的啦吼，啊讲即马制造业要转去啦吼，敢有影这脚步声已经听到啊，还是讲这画画尔？吼，美国整体来讲，伊到底敢有可能因为我能源搁开采，汽油搁甲你降价，吼啊整个咱美国的公民敢有安尼想，还是讲？其实美国的公民有哪我会理解啦吼。一般的公民其实是真单纯，我的生活有好也无好安尼啊。因是安怎期待，啊安怎来看待呢？头拄仔你咧主持人咧鼓励吼，就拄好诶吼。亲像头拄仔大家咧讲着讲Trump 吼，伊会来开采石油啦吼，已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我。虽梦是咧加州，我马上就想讲我的汽油可能会落价，因为咧疫情期间实在足贵的。加州是应该是全美国开车上多的所在，嘛是全美国上贵的一州。上贵的时阵差不多有到5-6块，就是一加仑嘿，一加仑到5-6块。哇！即摆差不多4块外，嘿，4块外。所以你问我，你讲这阮敢若是要生活尔？你食的物件通货膨胀，吼，交汽油的价钱，吼，交这安怎讲？学校，譬如讲足侪家长在意讲你咧学校内底，你的便所有变，有来教我的囡仔讲，你来试看卖会通，来试看卖无共款的性别，还是讲你会介意查甫，介意查某拢会使。即款的代志，其实拢是咱生活一部分啊。所以其实，我主持人咧问最趣味的是讲，我家己看川普是两个，一个是以台湾的立场来看，伊是国防外交交中国的关系。但是其实川普咧内政内底吼，移民啊，若是讲医疗保险，若是讲头拄仔这性别啦，交这交汽油，交通膨，交经济，其实拢是美国人对伊会期待的。嘿，我是感觉讲，这个期待较无较明显，加州是一难。但是我感觉有，因为我是有听到足侪住伫加州Trump 的人，其实是无在讲的，就是较低调、较 low key。但是，若是在迄个中西部，还是讲欧洲，我是感觉讲因迄常常可能期待会较大，搁较无。但是我感觉美国人是有期待，因其实无遐在乎，无遐 care 讲你乌克兰，还是讲你中国台湾，还是讲国际政势，毋是拢这毋是小老百姓可能会注意的，但是伊可能会在乎讲我的汽油会落价的，我的厝势会落价的。
这是一定的。上实际的物件啦吼。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加州咱就知影真侪毒品的问题吼，尤其咱就知影 San Francisco 吼，啊是 Los Angeles， 拢有真严重的即个问题。啊，甚至对南部起来的即个移民，即个有充分大家有种警觉讲，即马可能会反转，甚至即马即个偷摕物件啦，啊安怎，即个大家敢有一种新的感觉，讲哦，即个新的时代要来，像伊家己讲的讲 Golden Age。这就是头拄讲到讲联邦交州的政府，毋知有啥物冲突无？因为规个西方吼，对加州啊，去到Poland 吼，啊交 Seattle， 迄拢是边仔拢是南的嘛。啊，其实即款大城市吼，边仔的这有钱的大城市，其实游民啊交偷摕物件，交迄种打破玻璃吼，迄种参像一个 San Francisco， 你若是伫豪宅区，嘛是四界拢会看到足侪玻璃，啊，足侪店拢关门吼，因为伊拢会互$9.5以下，当警察是无咧插的嘿。所以大家才会开玩笑讲零元购，零元购就是讲，你若偷摕950以下的，就是拢免钱啦 ，free 是的 bonus。所以搁有游民，这市区吼严重的，有足侪涂鸦啊啥，吼不自由的，看起来安尼，有的人就感觉讲不乱的啊。这就是我讲，有一寡人感觉讲，你要保障即寡弱势，还是讲平等。这 OK， 但是唔通 go too far。你若是讲较极端啊，拢放回去啊，拢无感觉拢咧管无秩序，大家就感觉讲，看到小可较超过。我会感觉这嘛是一摆 Trump 会调，变做讲伊会选举人票调补选票会遮侪，伊赢较侪的原因啦。我是感觉讲大家其实，安怎讲，多少拢有一寡期待讲有一寡变化，只是讲，若是较极端保守的人，会期待变化足大。虽往是较自由派，你讲咧加州还是西海岸，我是感觉大家或多或少拢是有小可期待会改变啦。但是安怎改变我毋知，就是狂人嘛 ，crazy。所以伊就要证明，互你看讲，我一天会当像100个行政命令，所以你会看我的效率。伊叫成立这个DO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政府效率部，就甲你讲，我这届政府就要强调效率，我要我今仔日有整理的时阵，伊讲我要cut 联邦政府2/3的employee。我要甲伊怎讲 cut， 是讲你袂当要裁减嘛吼，嘛可能会甲你 lay off， 用来裁掉。我的预算吼，毋是即摆毋是立法院也是国会哦，是我家己就要来 cut 来减1/3，差不多1/3的预算。伊感觉讲这个预算拢太伤济，其中譬如讲维护平等弱势 ，DEI 有足侪批评，性别保护有足侪批评，种族的保护伊嘛有足侪批评，就要甲即款物件拢甲伊除掉安尼，删掉。咱就爱来期待讲，到底即任的这个 Trump 吼，会当做偌济代志，产生了偌济效果。感谢夏洛，刷来那边请教到林老师吼，我所知林老师有所甲 Trump 的政府的人有小可接触吼，那么咱就看到一项代志，伊延长影音平台 TikTok， 互你75天。老师根据你的理解，伊是本地的出种出牌的这种谈判的艺术，还是真正有实际上要甲伊交易，要甲伊交换？伊是毋是会当交易的人，还是讲？伊还是有一寡底线伫的，老师你的理解？
川普是一个生意人，所以做生意、交易、交易，完全拢以这个抖音顶管咱看到啊，吼。咱知伊签这个行政命令有2个所在啊，落尾等于到这个白宫，伊签行政命令，哇！我看伊的头前啊，足侪拢是这种报纸、媒体、电子媒体的记者，这记者就问到这抖音的这个问题，这抖音的问题，川普伊讲的完全是生理啊、经济利益。伊讲安尼讲到10月19，美国的时间嘛，安尼讲这个是应该抖音，因为找无到美国的公司来接手，所以伊就袂当以美国去继续作为一个平台啊，伊讲安尼讲，伊照这个最高法院呐，最落尾的决定啊，这抖音咱就一文不值啊，无刺激啊，完全都。对美国来讲，完全是真正是都你无法度卖掉啊！你若讲有法度卖掉，伊是认为讲美国对美国来讲，会当有足侪的好处。伊就讲到伊要甲中国，伊讲中国是毋是会当对这抖音呐？应该抑个有一寡会当讲话的空间就对啊，因为这抖音这个母公司是字节跳动嘛，伊就讲到，伊要甲这中国来谈判这个抖音这个问题，安尼讲中国无照伊的意思啊，伊就要扣关税，所以伊这完全过来啊，一部分咧签名，一部分咧讲，讲这个，就讲咱就知影讲，伊完全都是交易型的总统，所以这个抖音这延长的期间。伊是认为讲有法度过来找到这美国公司，还是讲找到一种方式，唔通让这抖音变成一文不值啊？应该是你也卖掉，这拢是美国的钱啊，所以咱知影就是讲，伊10月17，甲这个习近平通电话嘛，就是讲有特别讲到就是讲对这个毒品啊，毒品对这抖音的问题。对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对这中东以色列，加这个哈马斯的问题，完全都会当看起来，就是讲，伊今仔日伊的就职演讲内底，虽然无提到这个乌克兰战争，无提乌克兰战争，但是伊有讲到，讲伊做3军的统帅啊，应该保护美国，这安怎保护美国？第一种就是种战斗要赢啊。另外第二种要结束战争啊。伊讲这个战争并不是美军有去卷入的，但是阮爱结束这个战争。所以会知讲就是讲中国的重要性，以这个乌克兰战争爱有中国的合作，另外川普讲要甲这个习近平有这个战略沟通的管道，咱按照2个人有这个热线共款，这种原来是川普有可能，我是认为讲有可能将这个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简单等同咱就是川普甲习近平因2个人安那来2国变做2个人，2个人的交涉这种有一点风险嘛，这个风险就是讲，这川普唔惊是这当时调又各是总经理但是有一个国务卿佮有国防部其他部会，所以有可能就是讲有这种风险川普讲伊家己的，其他的人就爱照川普的意思去行，但是有足侪空间就是讲，可能川普无想到一寡较侪出错，可能有一寡出错，这完全是风险的所在。这就是另外我来请教就柯老师咱咧讲其实美国还有是亲敌政府，不管你总统是啥物人，你还有一定知识精英，或者是讲政府的这个文官系统，还是官僚系统、智库也好，像蓬佩奥，像这种人，还是像即摆 Rubio 这种人，这亲敌政府，
会当发挥作用吗？像头先林老师所讲，有当是传播，有当校长兼讲就家己个刮落去啊，敢会安尼突出？因为吼，一个政策吼，为这个总统的嘴内咧讲出来，甲真正实施吼，难免吼会有误差啦。但是这误差吼，都要看讲这总统偌在乎这个政策，啊，而且咧，这总统后壁敢有其他会当执行意志的人去做伊想要伊做的代志，所以这方向敢会误差就侪，迄关键是伫遮啦。我是感觉讲，对台湾来讲，即马台湾爱就势利的，就是讲，因为川普甲习近平之间吼，习近平上在乎的，对伊民主来讲，绝对是台湾问题嘛。啊，台湾问题就是伊无法度让步的所在。啊，了不起来讲，我是感觉讲，了不起就退甲以前，譬如讲克林顿总统时阵的，所以四步啦吼，还是讲奥巴马总统。迄个时阵对台湾是算讲是很忽视安尼的情况，啊，对习近平来讲，伊即马嘛无迄个能力，嘛无迄个精神来溃来拍台湾，因为伊家己的经济就足歹嘛，足软的，足烂的，所以讲伊顾遐就顾较袂赴啊，所以对伊来讲，伊嘛无迄个意愿来去拍台湾，因为对伊来讲，伊和平统一是对伊来讲是上好的嘛，所以传播知影讲习近平爱即个物件，所以讲传播只要讲会。讲淡薄仔话吼，是真脆水。感觉讲，你会当满足，安尼就好啊，安尼我感觉是嘛是足俗的、足好的教育，对于传播来讲。但是呢，也是讲传播要讨较侪利益来讲，伊迄个时阵传播过会都等甲挺台湾，所以讲伊他很习惯用安尼来回的方式，对，来甲你讨足侪利益，所以讲台湾是。伫即个情况内底，我感觉之前蔡英文总统就做到最好，是讲唔管伊是安怎变，吼，咱就是做好咱家己，低调但是务实，啊，甲美方的关系嘛是讲，其实我感觉，台湾对传播来讲，虽然讲无法度很稳定的接触，但是伊旁边的这个国防部也好啊，还是讲你的国家安全顾问一个体系后，这个亚太事务司安尼，那会当很稳定的沟通，伫文官层次有沟通，我感觉讲台湾都会当，算讲是这4年会当平安度过啦。托老师的金口啦吼，那柯老师你安怎看呢？除了经济，老师讲一时半刻还阁免紧张。不过，咱的像头仔柯老师都讲的啊，我知影你要伫台湾要跋一下喙水，吼，所以我有诶甲你较落软的不要紧。经济伊敢有可能安尼甲你换？譬如讲你电动车，你唔通阁倾销啊？你唔通阁安怎？我制造业要转来到美国，这根本性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啊。我感觉就是说，即马咱虽然知影讲这个川普吼要甲习近平有会谈的可能啦吼，但是伊规个这个 mindset 吼，来在个是这个 Peter Navarro 吼，伊即马会回去嘛，会回国嘛吼，去做伊的主要的顾问吼。那你要知影讲共和党的 mindset 吼。我感觉有一个短片。老师，你甲观众朋友解说 Peter Navarro。Peter Navarro 伊就是这做这个 Death by China 致命中国的这个作者嘛这个作者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非常显著的影响到他后来的政策。那在里面包括中国用怎么样的贸易手段然后让这个美国取得这个贸易赤字，那甚至中国一寡产品危害到美国。消费者的健康，等等，这要继续啦，人讲要知影共和党，就要去看这个 Death by China； 要了解民主党，爱看 American Factory。那这2个影片最后导出来的结论都一样，就是说制造业要回流到美国。好，那只要制造业回流美国，你了解这个整个伊的mindset了，我感觉就实在是免伤紧张啦。为什么？因为你看伊第一任的这个几寡措施其实中国还没有完全履行他的承诺呢。你大概无袂记，迄阵伊个贸易战有无？到尾也是中国承诺要买多少的美国产品，每年多少。后来是疫情发生，这也去透你知道？这他不会放他算了。然后呢？话又说回来，那时候鸿海讲要去美国打小厂啥，也去透你知道？所以讲你了解也 mindset， 制造业回流美国，然后呢，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去中化，这2个大主轴，我觉得是没变啦。你了解你的大概怎样讲，一个来呗，他的下一步要怎么做了那我们就可以在
产业的布局啊，上有所因应。是，那台积电呢？台积电我感觉免惊啦，因为你爱看川普那前面那4年，跟拜登这几年哈，其实他都是那个关税战都是表面，最重要的其实是科技战，对不对？那今嘛科技战，你需要台湾啊？好，比如讲咱台湾今嘛未来在美国想要主导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霸主的地位，5G、6G 通信，好，然后这个量子运算，这拢需要咱的台积电啊，对不？伊美国伊家做袂出来，吼，啊，你看伊即马咱去亚利桑那投资这，一做出来讲4奈米，也就欢喜，但是4奈米根本就还不是我们，对吧？对不？所以伊还个是需要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机器的。老师，你太乐观了哈。嘛不是乐观，我相信伊边啊，你看伊边啊这些幕僚哈，里面都是有识之士哎。除了就是说，还有之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扯到那个广场协议2.0。好，之前还有人提出说什么有广场协议，那这些措施东西好最主要哈没有这类关税措施看到结果。那关税措施呢，就是反映在它要这个供应链去中化。啊，供应链去中化呢，那他讲过，咱台湾已经取得新的均衡了，好，那也会了解，就是说他接下来可能要去找什么样的法源了，所以我感觉这是还是变欢乐的。好，啊，即摆线顶吼，小陆上后尾吼，给你3分钟的时间，小陆，嘿，你以一个在美国的这个台湾人吼，你安怎看待以台湾人的身份哦？你安怎看待 Trump 要上任？啊，对着咱台湾的影响，你家己的想法是啥物？我是台湾人无唔对，因为我唔是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我是台湾人。啊，我伫美国看吼，我是感觉讲若是事实上，若无讲美国的内政，我会感觉讲 Trump 可能比贺锦丽其实是有虽望讲有一寡足狂人啊，足 crazy 的所在啊。拢爱讲话啊，拢爱参做生意人啊，吼啊，都爱放话啊，讲一寡话，大家拢都歹摇。但是比起贺锦丽，我会感觉讲伊较有代表去处理国际代志。啊，因为伊有第一任的经验，啊，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会感觉讲，你会知影讲啊，伊在顶头安尼黑白讲，吼啊，凊彩讲者啊，话讲啊，我甲习近平甲普丁哦，拢是好朋友，甲小胖拢是好朋友。但是事实上，伊的目标，还是讲伊的譬如讲，嘛是就的这个Rubio，伊是拢是对台湾对中国的关系交立场，拢是较坚定，啊，较会知影讲，你会知影讲，爱共和党就是反共的立场是较坚定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感觉讲，希望伊会用一种方法，要摕到这个经济利益，比如讲关税伊就要压迫，你就是这个叫做什么？那个棒子跟糖果胡萝卜啦，胡萝卜呢，就是真正交这个讲，就是讲一方面，甲你安尼是讲互你一个甜的，两手切肉啦，吼。嘿，两边安尼在讲，其实咱就是参像头拄几个老师在讲的，因为台积电也是讲晶片，也是科技因为这是台湾即马变做讲它无通互取代的一个优势啦。啊，这个优势对美国其实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交这个国家的利益，交地缘关系本来咱的所在就是伊爱防堵，若是讲伊即马若是讲伫交习近平安尼，毋是讲要算啦，就是交伊安尼摇摆中间若是讲损害了台湾的利益，对美国本身就差。然后另外台积电，譬如讲伫 Arizona 寄存的晶圆，那拄着讲安尼无输台湾。我讲你即马会当赶到台湾，摕到 advance，还有伊个上下游的拢要完全是搁差足远的。所以咱若是讲会当讲确定讲，台湾是作为核心利益，咱应该就是想讲，虽望你拿到足侪风险，
听到伊足侪讲话，毋管是歹听，还是讲，你感觉讲啊，伊是讲你啥物意思？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想讲啊，伊就是一支嘴安尼互你安尼讲，但是台湾本身是美国，尤其是共和党核心的利益交主要的力量，安尼咱就会知影讲，我迄民居正老师讲的话共款，你会感觉就很难受，你会感觉讲啊，哪有去艰苦，因为伊讲话安尼讲啊笑笑，对不？但是其实咱是安全的，是，这是我的感觉。好，感谢小罗。感谢。煞来我煞来平来吼，上后尾吼要请林老师吼，其他三位啊拢讲吼，老师安那预测，因为一开始咱看到这张图，伊对加拿大、对 Mexico、对巴拿马、对罗西亚、对伊朗、对国际要求。吼，要求北约的内储的军费要扣甲 GDP 的5%，对中国啊，世界各国伊拢开枪，伊敢会变做一个孤立的美国，还是变做多边呢？啊，逐位拢有通啊，到处逢迎，拢处着利益。咱想讲吼，伊的就职演讲吼，有讲到3个国家啦，吼，一个是墨西哥，墨西哥湾嘛，吼，啊，伊要改美国湾，这个改名，这个较简单啦，吼，那就就是我叫就对啊，咱讲南海，啊，菲律宾讲是西菲律宾海，吼，啊，越南讲东海，这较简单，吼。伊讲到这个巴拿马就唔惊巴拿马，伊个讲到中国。伊讲中国即马都来管理即个巴拿马运河啊，吼，伊要将即个巴拿马运河啊要下转来，吼，即个是较困难，吼，啊，但是巴拿马原来爱做足济即妥协啊，吼，咱像丹麦政府共款，丹麦政府做妥协，因为丹麦有啤酒，吼，啊销去美国，吼，啊。有这个药啊，而且格陵兰伊本身人伊嘛有主治权呢。对啊，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格陵兰即嘛有美军啊，北约啊，北约啊，你讲美军要去驻扎，这个较无问题啊。啊，但是要买转来，这个较困难。所以就讲，伊开价开足悬，但是开1块钱呐，可能有法度下到5毛啊。好，所以川普我1块掉5块，掉5角。我是想川普未讲完全都啥物都无拢术，应该这是谈判的艺术就对啊。柯老师安怎看？我是感觉讲即马川普伊一开始吼3个月上重要，啊讲100日啦吼，100日因为100天，嘿100天来讲吼，这100天伊譬如讲，因为即马伊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局势甲8年前完全无共款。即马你乌俄战争搁咧拍，啊，总统虽然讲即马以色列人质有还转去，但是问题是，伊迄个所在嘛是足不稳定的。台海遮虽然讲，我是感觉讲，迄是真正台海即马和平，倒不是说川普斗3天偌济，迄是习近平家己就很弱啦。中国即马是就落差的对吧？经济又足无好，是即个原因啦。所以讲，对于川普来讲，伊即马爱处理的代志足济啊，但是伊的方式来讲，伊就先发声。吼，先叫你听，先叫牌，系先叫牌，因为你是美国嘛，所以讲伊叫人会惊。啊，但是呢，问题是伊会当做偌济，伊会遇到啥物的困难，咱嘛是无法度去排除遐因素。那他如果讲有技术上的这个门槛来讲困难，会当甲阻碍来讲，可能迄对台湾来讲嘛是会当找到空间去运作，这就是咱小国的智慧，应该努力的所在。柯老师上后尾吼，你会当来脱。这铁口直断的，美国会当买到的。美国会当买到我唔知，但我是讲较细啦，因为我无遐伟大，我讲通膨的问题。我感觉这个跟台湾有关吼，因为起码美国的问题就是惊通膨更加粘着，再加上伊起码为了要买价，伊要加关税吼。那但是川普伊最主要的是伊要有能源自主，好，包括伊退出这个 Paris Accord 嘛，吼，那包括伊起码好要开始让美国成为能源供应国，我感觉咱台湾会使讲，因为咱为着要分散风险，咱其实咱买能源，咱来自各地，未来咱可以锁定在这个天然气，而且咱起码台湾这个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就是天然气很重要，
那你归去，你趁这个机会，你当然该买啊，你搁甲别人买那会使，对不？因为美国会当忍受跟他的贸易伙伴的这个逆差哈，跟他150亿，我们台湾去年快600亿，好，你的这个哈，先把这个逆差问题某种程度上的解决了，哎，对不？啊，嘛，好伊去 mega， 啊，咱我那对于这个 mega 的这个 process 有一些贡献，啊，这样才对。哦，600到150啊，你免那对啊，150亿，哎，咱600，买武器啦，买武器嘛无爱。